受到这风太外围环流含这东北季风强盘影响，气象署中昼就启动较大规模或者是较激烈大水雨事件加强作业。这气象署表示讲，即届落雨呢，拢集中伫咧大台北地区、基隆北海岸含宜兰的山区，落大雨上无会落到拜三，民众爱特别注意这大水雨崩山，还有做大水的代志。台北地区大雨落未停。湾岛河川水位真紧涨起来，因到高潭地为8日下昼5点起，北市淡水河、基隆河沿线疏散门、甲月堤坡道开始执行只出无入管制。堤外滞留车辆为暗时9点起拖掉，未少车主接到通知，赶紧来刷车。刚刚大概在下午2点半的时候有收到讯息，所以说大概是今天5点，就是只出不进。北台湾雨落真大，新北立中排水沟因为大楼影响，水位升真紧。早起传出有一台轿车掉掉，好佳在消防员协助出动抽烟船将车内2个身体救出来。汤圆大园路道甲观音顶地区也有几个所在传出一样水灾害。我在里面站起来，看到外面什么淹大水，我在喊人啦。中央大学十部宿舍边仔一丛50年的老青仔树，亲像未抗力连日大雨倒去，新竹东门国小围树边的路树也亲像未动力强风倒去。迄当时有一台巴士经过，好佳在无人受伤。受到风性风太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强盘效应影响，气象署启动较大规模也是较激烈大水雨事件加强作业，而且并将这波落雨热区集中伫北部甲东半部激烈落雨，至少会继续到拜三。降雨的热区基本上就是位在整体是基隆北海岸、大台北山区以及宜兰地区，都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一个降雨哦。另外在北花莲的一个降雨，也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的一个降雨的一个情形。根据气象署统计，为礼拜日到8日下昼4点为止，2日累积雨量排名第一，是台北市南港地质场累积雨量451毫米，其次是新北石碇山的测站，台北市擎天宫累积雨量也有400毫米。受到大水雨影响，台铁并客线随风到情浓间，另外基隆河水头水位继续升悬，新北随风沿线已经达到警戒水位，早伫8日透早1点外启动今年头一摆分洪，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第64摆分洪作业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